我哋平時着嘅衫日日都會洗，但好少人會留意自己張床。冇錯，就係每日瞓覺嗰個地方，睇落柔軟舒服嘅床褥，日日都瞓喺上面，日積月累係咪真係好似表面睇上去咁乾淨呢？除咗定期用拍打器吸走皮屑、蟎蟲嘅卵同排泄物之外，仲可以用 Rainbow 嘅配件 Rexafoam 幫張床褥嚟一次更深層嘅清潔。首先用呢個噴壺配上 Rexafoam 噴嘴，以專用清潔劑噴喺床褥表面，你會見到有一層好豐富嘅泡沫。呢啲泡沫可以滲入纖維，清除污漬，用布藝刷輔助清潔效果更好。靜置一段時間，清潔劑已經充分滲入到床褥入邊，配合濕洗刷頭，將污水連同污漬一齊吸出嚟，污水會直接入到水盤度。如果覺得一次未夠乾淨，可以再嚟一次，睇下洗出嚟嘅水嘅顏色。真係唔敢相信，原來每日都瞓喺咁嘅床度。咁樣洗完之後，張床褥就好似新嘅一樣。呢下總算可以安心瞓個好覺啦。